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48集。我是小张。在普通话内底讲正义，在咱台湾闽南语内底，咱用一个字读作潲。这字潲安怎写？过来讲话无老实，咱拢讲好潲。好潲这两字又安怎写？有一个人拢自称是国宝，这位国宝，伊讲上条的语言吹到就是咱即摆在讲的闽南语，敢真正安尼？咱今日嘛要来甲讲清楚、说分明。一开始，咱先来讨论这个字。有人讲这个字的字体内底有两个腰，所以这个字就爱读作妖。黑白乱讲，咱即摆来举例说明。这三字爱读作药剂师，这两字爱读作药房，这两字读作药局，这两字读作药膏。这安怎读？药粉。药丸感冒药落屎药拢读作药，唔通黑白乱讲。伫这个所在，小张要来请教各位台湾闽南语的使用者，这个字敢真正有人读作妖？无安怎讲？因为这个妖的发音是国语的发音，唔是闽南语的发音嘛。是安怎有人要黑白乱讲？好潲嘛！要做节目，要做影片来推广闽南语文化，是好事一件。但是，若是为着做节目，做甲参良心都无去，参风度都无去，好社会拖咧黑白乱讲，实在是无意无事啦。咱即马来看正版的，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呢，地病草、中草、落声，伫中国文册内底安尼记录，这个字就是读作药，落甲药拢同款是恶的韵母，一点问题都无。咱即马来看中原英文安怎写。伫中原英文这本文册内底有记录两个音，第一个音会使读作拗韵，这就是普通话；搁另外一个音爱读作乌韵，这就是咱台湾闽南语的发音。伫这个所在，咱就看会出来，这两种的语言，伫周德清在写中原英文的时阵，普通话甲闽南语伫中原地区拢有人讲，拢真流行。即马一定有人要甲小张问小张。像这种的“乌”甲“凹”互相转韵的字，敢也阁有？小张即马就来讲互你听。咱即马来看这个字安怎读，会使读作“高”，嘛会使读作“高”。咱即马来举例说明。高粱酒的时阵，就爱读作“高”；高来高去的高手，就爱读作“高”。这就是“凹”甲“乌”互相转韵的证明。这个字安怎读？同款会使读作“招”，嘛会使读作“招”。咱即马来举例，招牌就爱读作招，烧蕉来去洗牙齿的时阵，就爱读作招。搁一摆证明，凹甲乌确实会使互相转韵。咱即马来讨论这集其中一个主题，这两字安怎读法？伫国语内底就爱读作塑胶，大家拢看甲真清楚。意思写伫遮，文献伫边若有兴趣的人，家己会使去研究。咱即马翻头转来看这个字。这个字的古早字就爱写作安尼，伫说文解字内底写江水什么声？这个字安怎读法？伫集韵内底用苏做切，音读作苏，风苏的苏。搁刷落来，咱就用凹甲乌会使互相转韵的原理，咱就会使得到一个白话音，读作潲。奇怪，哪会加一个伊？无唔对小张以前就捌讲过这个伊。甲有，若毋是当作韵母来使用的时阵，会使讲是来母影去母装。这个观念，小张已经讲差不多800摆所以这个字读作潲，一点问题都无。这个字讲到哪为止，意思对，有文献，无大紧，音阁正确。这个字是啥物人甲小张教的？这就是咱的好朋友 Brian 先生甲小张教的。伫这个所在，感谢 Brian 先生，谢谢。咱即马来讲另外一个主题。这两字是异体字，倒平这字的字体是古早字体。这个字安怎读法？咱来看文册安怎写。伫港韵甲集韵内底用苏、略、切，音读作俗，嘛会使读作俗。有啥物证据？咱来看这张表，确实会使读作俗，嘛会使读作俗，一点问题都无。啥物意思？咱来看说文解字安怎写。小也、幼也。中言、苏声，咱即马出俗这个字的音
来做讨论。转运了后，就要读作潲，第5条的潲，因为乌甲凹会使互相转运。这个字是啥物人甲小张教的？这个字就是咱的张大哥甲小张教的。谢谢张大哥。伊讲好潲，就要写这2字，到底有道理还是无道理？咱继续甲看落。刷落来，咱来讨论这个字。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呢，好呀，庄严，好声，文音就要读作好，第5条的好，转运了后就要读作好，第5条的好。中国文册内底的写法嘛是同款，读作好。咱即马来看类篇安怎写，讲呀。所以好潲写这2字有道理还是无道理？欢迎各位指点。其实这个字嘛同款是乌甲凹互相转运的字。即马可能有人要甲小张问，小张像这种的字，敢也阁有？当然嘛有。小张即马就来讲互你听。咱即马来看这个字安怎读法。文音读作表，白话音读作表，同款是凹甲乌互相转运的字。这个字安怎读法？白话音读作少，文音读作小，同款是乌甲凹互相转运的字。但是伫这个所在有淡薄仔无同款。什么所在无同款？声母无同款。其实就是子甲思这2个声母在互换。像乌甲凹互相转运的字，小张伫台语黑白讲第43集内底已经讲超过20字啊。各位若是无去嫌，欢迎来甲参考看卖咧。有一个字伫第43集内底，小张捌讨论过，但是即马要搁来讲一摆，是安怎要搁讲一摆？因为小张找到新的证据。咱即马来讨论这个字，这个字伫文册内底有记录，爱读作局，警察局长就是用这字局。经过乌甲凹互相转运了后，咱就会使得到一个白话音，读作缴，第2条的缴。带你去赌局，伫咱台湾闽南语内底，就会使讲带你去博缴。小张，你毋是讲你有找到什么新的证据？无毋对啊，证据伫遮。伫台湾闽南语用字汇编这本字典内底有记录这个字，音就是读作缴，所以跋缴就是爱写这2字，一点仔问题都无。小张即马要来介绍一字新的字，这个字同款是乌甲凹互相转运的字，就是这个字。这个字清一色拢读作五，文音读作五，经过乌甲凹互相转运的原理，咱就会使得到一个白话音，读作摇。这个所在搁加一个伊的音伫这内底，但是这个道理咱拢了解，所以无需要搁解说啊。这个录音的声母时常会去消失去，毋是干那这个字尔，足侪字拢有这个现象。录音的声母消失去了后，这个字就爱读作枵。安怎用法？枵鸡失顿，就是用这字枵；枵死人嘛是用这字枵；巴肚枵嘛是用这字枵。安怎用就安怎顺。这个字会使讲是百面通，是安怎小张无代无志要来解说这字枵？原因顶一集已经说明过啊，即马搁来讲一摆。原因就是有人讲这个字袂使读作鸡，无应该安怎读？伊讲这个字就应该爱读作枵，但是搁提袂出来什么较好的讲法。这是啥物人讲的？讲这个话的人，当然就是咱伟大的课文先生。你甲看，讲话这种态度。秘书阿兄伫楼顶高高在上，伊讲的话就是解药，别人讲的就是鬼话。我的建议是安尼啦，伫经文内底，羊生作安尼，花生作安尼，2字争差伫啥物所在？上明显的所在就是花有花蕊，羊无花蕊。但你这2字有法度分别的时阵，要来甲人教，才过来甲人教，若无喙就先塌起来。伫顶一集内底。小张甲酷炫问5个问题，酷炫拢应袂出来，但是伊本所话真敖讲，这个南山话比啥物人拢搁较敖讲。伊应袂出来，袂感觉歹势，颠倒搁甲我问2个问题。第1个问题，伊问讲这个字是安怎会使读作节？第2个问题，小张的张是安怎会使读作张？我甲你无共款，你若甲我问，我就甲你应。咱先来讨论第1个问题。要来找这个字是安怎会使读作节，需要一个工具，就是开放的思想。这个字伫普通话、伫广东话、伫闽南语内底，拢毋是读作节，但是你若是甲查落，
你就会发现讲，原来伫客语内底，这个字会使读作日，嘛会使读作节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啊，是安怎伫运册内底找无这个发音？真简单啊，因为客人毋捌伫中原地区称王，毋捌做阿爸啦，所以这个运册就毋是因在写嘛，就是遮简单啊。咱即马来讲第二个问题，啊，这个问题有较特殊，有较复杂淡薄啊，但是嘛是真简单。咱来看说文解字安怎写：司公贤也，将军，长声，校长的长。咱来看运册安怎写：中良策，音就读作中，嘛会使读作张。哪会使读作张？会使啊！你若是来甲查这个字，伫南满会使读作良，嘛会使读作娘。伫厦门嘛是同款。咱若是用娘这个音来做测音，咱就会使得到一个音，读作张，就是遮尔啊简单。遮尔啊简单的问题，考生竟然袂晓。袂晓就点点就好啊，搁出来徛管架棍，实在是笑破人的喙。即马可能有人会讲，校长，你毋着无三不成礼一个？啊好，咱即马就来。万众深坑的众，大丈夫的丈，是毋是会使读作丈人爸的丈？无毋对啊。搁来，校长的长，嘛会使读作省长的长，是毋是安尼？搁来，空思梦想的想。是毋是会使读作想来算去的想？这就是这个原理嘛，足简单的嘛，是安怎考生会袂晓？咱来讲结论。第一，有人讲伊会晓解甲骨文甲经文，我的建议是安尼啦：杨甲花先甲分互清楚，分清楚了后，才来讲你有法度解甲骨文甲经文。啊若无，随身读起来。第二，学问是基础，人品为先。若是要讲啥物理论，你就讲嘛，就事论事，莫讲啥物懒懒散散的话，嘛莫甲人的话扭曲，嘛莫甲人抹黑。你若是讲了有道理，大家拢嘛会听你讲。第三，这几字拄好拢是凹甲乌互相转运的字，居心不良的人莫伫遐乌白乱讲。啊，各位若是感觉讲这几字无够，会使等于看第43集，校长讲甲真清楚。第四，上条无讲闽南语啦，莫乌白乱讲，莫乌白乱咆哮啦。校长，你安尼讲，莫非你有所本？啊，当然就是有所本嘛。咱即马就来做解说。咱即马来看这篇甲骨，啊，这篇甲骨伫维基百科内底就找会到啊，毋是校长家己刻的啦。咱先来看第一字，这个字就是伫甲骨文内底出现上侪摆的一个字，但是伫咱台湾闽南语内底，敢算常用字。你当时捌去讲到这个字。过来，今日内底无儿考生看好清楚，无儿。过来，其这个字伫咱台湾闽南语内底，敢算是疑问词。咱当时捌用这字当作疑问词来使用，真明显，这根本就毋是闽南语嘛。伫咱闽南语内底，应该爱讲今日会落雨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今日其雨，这啥物人听有？这根本就毋是闽南语嘛。铁证如山，毋通乌白乱讲话。伫这篇甲骨文顶悬，咱就会使看甲真清楚。疑问词无共款，文法嘛无共款，问问题的方式嘛拢无共款。莫阁乌白乱转啦，这毋是闽南语啦。咱即马阁来看另外一篇的甲骨文。最近这位先生嘛咧讲甲骨文，伊拢自称是博士，所以校长就甲改名，改做博士。因为我有答应一个朋友，莫阁讲伊的名。伊讲话昂顺的这几字，拢是写毋对字啦，拢是异音通食。敢有影安尼？咱继续甲看落。咱即马来看完整的甲骨，就是生做安尼。咱来讨论这个字，咱来甲放大，放大了后，咱就会使知影这个字就是乐。咱阁来看说文解字安怎写。这个字的古早字会使写作安尼，嘛是甲骨文。古文中乐，其实这个字就是正字，人无写毋对字。但博士莫乌白乱讲啦。校长过来强调一遍，古早字是这个字无毋对，现代字就爱写作安尼，人无写毋对字。但博士毋通安尼搬弄是非啦。刷落来，咱来讨论这个字。但博士嘛讲人写毋对字，其实这个字就是甲骨文的写法。
写伫遮铁证如山，人无写毋着字。但博士，莫阁讲白贼啦！阁刷落来，咱来看即个字，伫甲骨文时代，就是写作安尼，人嘛无写毋着字。阁来，咱来讨论即个字，即个字伫甲骨文内底，就是写作安尼。顶悬即个部分就是武，白话音就是虎，所以讲酷炫，毋通阁胡白乱讲啊啦！你即款的程度，要讲教啥？甲骨文、甲经文，人拢已经甲你整理出来啊！你著甲看一个就会晓啊嘛！是安怎要用幻想的？是安怎要好笑？咱即马来讲上尾一字，就是即个字。啊，即个字有写毋着字无？咱来看甲骨文安怎写。确实有一个字无口，所以陈博士搁一摆胡白乱讲，实在是苦无止极。咱即马翻头转来看完整的版本，各位会使甲读看卖咧。这敢是闽南语无稽之谈嘛？咱即马转来讲结论，拄正即两篇甲骨文，各位拢看甲真清楚。不管是陈博士也好，课文先生也罢，恁两个根本就拢看无嘛。啊，看无的代志是安怎要胡白乱讲？实在是苦无止极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